咱讲真正，恁两个都失败伫这个啊，失败的，失败是这个猫，这个舞步，这个猫恰恰这个动作你。这个舞步恰恰根本都无达到这个板，人咧转弯是为这边转呢，啊，你是讲安尼为安尼咧说？拜托，你就是所以讲，我就干来气你这点。哦，你即马这已经过时啊。过时了。对，即马头壳哇，人若转安尼，咱来转安尼，甲人颠倒变。哎呦，嘿，尻川。卖安尼叫传统的就对啦。但是呢，我真正今日是我的英雄啦。哎呦，开场你看卖，唱我的 I'm sorry。哎呦，真正讲的。阮两兄弟毋是凊彩别人的歌就是啊来唱的，，少年的，这张若互咱挨到到底哦，佮加卖了20-30万张，上少抽红起来，你也知。卖抽头啦。卖来这套，哎呦，歌就无好听，你嘛无爱唱。哎呦，哎，真正有影讲话真臭屁啊！啊，无你甲看。敢若袂输，敢若你的歌，敢若阮两兄弟会使唱了呢。无手你的歌煞饲袂完。拜托，你看，歌单遮多，王菲你嘛无爱唱。像讲的，伊的歌咱嘛会使甲伊竞做来做开场的啊。拜托。拉加波，但是人家是听无你是是咧好听，像张学友你也不爱唱。张学友，他的歌我们也可以唱啊。真的。我的吻别，拜托的，卖来这套，优丽花的多马调你都不要唱。哎呦，欢迎收看《龙兄虎弟》，让我欢迎节目主持人张飞、费玉清。小姐歹势，I'm sorry， 实在真是嘞。小姐歹势，I'm sorry， 太太阮兜已经有一个。这个歌两个人咧唱，煞有第三个声音出来。这就奇怪这就表示阮唱伊的歌，伊这个人真紧张啦。惊阮两个人讲唱唔对，把他干掉，咱就把这个主唱人请出来。爱给他请出来。陈雷先生，先生，嘿。Thank you，Thank you，没那么气。 Thank you very much。你敢若唱歌，我跟阮两个个对会着，但是你若跳恰恰迄个撇步啊，那真正是无撇步啦。咱讲真正，恁两个都失败伫这个啊，失败的，失败是这个猫，这个舞步，这个猫恰恰这个动作。你这个舞步恰恰根本都无达到这个板，人咧转弯是为这边转呢，啊，你是讲安尼为安尼咧说？拜托，你就是所以讲，我就干来气你这点。哦，你即马这已经过时啊。过时了。对，即马头壳哇，人若转安尼，咱来转安尼，甲人颠倒变。哎呦，嘿，尻川。卖安尼叫传统的就对啦。但是呢，我真正今日是我的英雄啦。哎呦，开场你看卖，唱我的 I'm sorry。哎呦，真正讲的。阮两兄弟毋是凊彩别人的歌来就是啊唱，的。少年的，这张若互咱挨到到底哦，佮加卖了20-30万张，上少抽红起来，你也知。卖抽头啦。卖来这套，哎呦，歌就无好听，你嘛无爱唱。哎呦，哎，真正有影讲话真臭屁啦。啊，无你甲看。敢若袂输，敢若你的歌，敢若阮两兄弟会使唱了呢。无手你的歌煞饲袂完。拜托，你看，歌单遮多，王菲你嘛无爱唱。像讲的，伊的歌咱嘛会使甲伊竞做来做开场的啊。拜托。拉加波。但是人家是听无是你是好听。像张学友你也不爱唱。张学友，他的歌我们也可以唱啊。真的。我的吻别。拜托的，卖来这套，优丽花的多马调你都不要唱。哎呦，这就对啊。是啊，这样你讲的嘛是有理啊。所以讲哦，请我来一定有原因嘛。哎呦，对唔对？我要来甲恁纠正，拄则舞步拢错误。I'm sorry 较大的，小姐歹势，I'm sorry。安尼啦，阮拄则是安尼，小姐歹势。安尼啦，阮是为一边。恁咧伤过客气啦。这就迄董爷武群老师甲阮改。我那舞都无够爽。哎呦，你这今天大家就来研究一下恰恰的歌曲。对，因为听说陈雷先生是恰恰舞曲的王子啊。哎呦呀，出来过来，基本舞厅内底若是要探过过了，恰恰一定是放你 I'm sorry 啦，欢喜着好啦。对，拢是即挂你拢放你的歌。对啊，所以恰恰伫咱这个现实的社会足重要。你古早的社会都无什么重要啊，拢重要啦。因为变拢时候，咱若有这个心理，咱有恰恰的感觉。心里要有恰恰。
跳跃的感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我看我帮你解释的多好。好啦，好，怎样？唱你的恰恰啦。我来一条迄个国歌，国歌相信你嘛会晓。最佳男主角啊，是国歌，我也想发起来。来，谢谢。男主角。讲起恋爱我就目屎流，比起钱财我嘛只有海头。开嘴讲话大家听甲真无聊，讲要佚佗，我逐项拢会晓。讲起模样我是一个人，比起身材我嘛真见笑。人读大学我考了都考无掉，我的人讲我是最佳的男主角。小小失恋咱也免跑，为钱有出价嘛无必要。单配老做无拼汉草，你我才是最佳的男主角。好啦，真好啊！够帅了，安怎呢？欢迎收看我们龙兄虎弟最精彩的单元。耶！耶。